正光 B 叫乜嘢名好？大概又做乜呢？作為方英宗第4代嘅長子嫡孫，含住金鎖匙出世，個名好緊要噶。等我吹水大師幫佢起翻個靚名啦，霍金、霍銀、霍同、霍元甲。如果晶晶叫仔嗰陣，仲可以唱翻周動首。咦，我仲算到8月27號出世，處女座，撞正晶晶舊愛嘅生日喎。晶光 B 大概有機繼承媽咪嘅衣缽，做跳水王子添。切，佢就同家英哥同一日出世咯，日月做發明家咯。喺有光源嘅時候佢會着，咁如果冇光，絕對唔會着。又或者飛機師都得啊！哇，原來咁多名人同 BB 同一日出世噶。不過咧，我聽玲玲姐講啊 ，BB 屬木，官運好，性格乖巧，讀書叻，會係專業人士嚟噶，命格仲有運動天分，同媽咪緣心。旺老豆有弟妹緣，係個好哥哥啊！咦，咁啊即係話晶晶會再追多幾個咯？滿蛋拜拜，送大班冰皮月餅啱晒。